台南市长黄伟綽伫乌帮顶面写着家己的名，这块乌帮真无同款，是用水漆的，因为传统的乌帮会产生粉笔糊，加上斑斑有冷气了后，门窗拢关条条，粉笔糊伫教室内底乌白飞，影响师生的健康。这两天虽然有侪学校拢豆豆甲老旧的乌帮汰换，也毋过也是无全面。一开始是由开远国小做示范，那让老师们先习惯这个水擦黑板。第二个，它的效益评估，所以我们的评估后，老师的满意度非常高。所以我们教育局台南市政府在前2年就先用水擦粉笔来花了800多万。来让各校先测试。第107年就成换水漆乌帮的开元国小，长期以来使用状况非常好，为经济效益及实用性评估拢相当袂歹。佮加装75寸的智慧大电视以后，未来会当更加轻松的进行互动式教学，唔但兼顾健康，学生的学习兴趣嘛会提悬。那也期待我们学校的一个教学更为智慧化，所以我们台南市应该说是全国最早。那么到明年4月以后，我们台南市所有的教室都会是75寸触控大电视的数位化教学的萤幕。那学生在教室里面有冷气，那使用小平板，老师用大平板。这摆设备更新计划总经费1.8亿，将伫明年5月底进行，增设4000多间教室，全市超过13万名学生受惠，替学生创造更加好的教育学习环境。台南市民所怀采访报道。